后来总统赖清德甲立法院长韩国瑜两个人第一届伫国庆来同台，两个人坐真近，但是无坐做伙。两个人的中是坐总统夫人，韩国瑜的谈话嘛引起着话题。韩国瑜讲，就算是真侪场合，大家无法度举国旗，但是同款爱有骨气、有勇气，爱互世界知影中华民国的存在。伊讲到中华民国前后讲21届。恭请总统赖清德致辞结束，外头主动向边的韩国瑜也手致意。这是两个人伫国庆上头一遍出现伫镜头前。所来的赖清德阁特别提醒韩国瑜爱到台前管理。赴会的代表和你讲台活动嘛，加做关注的焦点。赖清德甲韩国瑜的中午给赖清德的夫人，两个人无好起不起厝。韩国瑜头一遍主办国庆，当然出席的时阵，身躯顶的内裤带拢是红蓝色境界国旗配色。致辞中嘛一直讲到中华民国。我们没有办法高举中华民国的国旗，但是呼吁国人同胞，我们一样要有骨气。短短几分钟的致辞，韩国瑜就讲到21版的中华民国，嘛用家己的方式来解释中华民国。必须让世界知道，让年轻人知道，中华民国是存在的。它可以是台积电，可以是佛光山，可以是慈济，可以是走遍全世界的台商。中华民国也可以是参加奥运的奥运选手。各用4个为做首尾。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，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，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，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。谈话的重点拢是中华民国，借着庆祝国家生日的场合，敢若嘛互原本气佳佳的调雅气氛变甲无遐尼紧张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